在日新闻要来看宜兰的消息，真侪住咧宜兰的乡亲，较早啊经过台9号线中正路这段，这若拄着上下班的时间，一定拢真无奈。因为安怎拢塞车，这短短200公尺内，就有3个所在的时间，直接占用一个线道。进前自来水管一乌偌久，乌3年。106年又搁开始做污水下水道，将近6年的时间，这交通拢袂顺。不过即马工程总算完工啊，点仔架已经铺好啊，为明仔载开始，伫当地乡亲就会使顺利上下班啊。伫大路连拢为时工的铁架啊，上班时间。宜兰中正路看起来无啥顺，而且这款的状况已经持续几啊冬。不过对23开始，宜兰民众上下班经过这，总算袂搁塞车。宜兰五街这条中正路，若到上下班就非常塞，因为短短200公尺内就有3个所在工程，直接占用一个线道，而且一乌将近6冬，总算今仔日宣布完工。政府较紧做好，唔好先时爱做，啊，做时间较紧。已经好几，应该至少是。真的哦，那在塞着。附近店家生意嘛，拢有受到影响。官府讲，一开始是乌3冬的自来水管线，2006年开始是污水下水道施工，乌将近2冬半。但是因为这所在沙土甲石头混合的复合性地盘，所以施工难度高，才会拖这么久。特别是宜兰多雨的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在相关的不管是市区道路的侧沟跟整个路面的泄水坡度，都会有特别考量到这个赛地的一个特性。等6冬啊，总算铺上点仔架路啊，民众嘛会当摆脱几啊冬来塞车的困扰。